第9篇，田庄仔兄，陈美凤。阿凤啊，自细汉就无爱读册，上课毋是算一寡佚佗物仔，无就是晒咧困。伊就像人咧讲的，迄款上课一尾虫，下课换做一个人。下课的校园里，不时听着伊欢喜喝休的笑声。踮运动场拍车轮、喊公手、爬竹篙，这拢是伊喜意的活动。伊讲学校的运动场是伊的快乐天堂。放学了后，大部分的同学拢去互老师饲鸭。阿凤啊，伊是转去厝里，甲册包等咧，鸭仔烫掉，就甲因阿母讲要去田里找因老爸。其实伊是要去田里灌豆荇，爬去哩树仔顶去掠红布踅，走去沟仔边掠豆干仔。安尼走前撞后，伊嘛袂感觉忝，体力若亲像永远都用袂了。天后天色暗落来啊，阿凤啊嘛算甲规身躯垃圾离落，伊赶紧去找因老爸，甲伊做伙转去。毋过因阿母早就传竹笋仔炒肉丝的家私来等伊咯。虽望即种情景逐工咧搬演，嘛互因阿母喋甲哀哀叫。毋过伊拍过就袂记一啊，共款逐工落场过日子。高职毕业了后，阿凤啊对因老爸学种作，毋管是菜苋、果子，还是稻仔，伊拢真认真学习，种出来的农作物大丛阁水。伊讲伊爱甲大自然做朋友，无爱坐伫办公室，逐工吹冷气，吹甲身体拍歹去。问伊安尼敢有法度过生活？伊讲食人头路，就爱看头家的面色，家己趁，家己食，较有额。有一摆，阿凤啊伫电视顶看到一个节目，叫做《乌金的故事》，是咧讲田园种作的代志。伊愈看愈有兴趣，就甲厝里的人参详讲，要甲田园转型做果子园，毋但会当家己亲手栽种果子，阁会使甲人分享，嘛有另外一份嫁出来的收入。为着要改变因传统做事的观念，除了请教电视顶成功者的经验，嘛真用心收集网络面顶的资料，佮加上伊家己亲身的体验，真紧就甲田园转型做现代上实行的观光果子园。真侪媒体记者拢相争甲伊采访，问伊遮尔少年就成功的秘诀是啥物？伊笑笑啊讲，用心就会成功。伊甲来的人客当作是好朋友看待，三不五时啊，阁会敲电话关心，请因来果子园泡茶开讲。伊嘛勉励大家，只要肯拍拼，
你嘛会是另外一个春风少年兄。